你成日擔心冇錢，驚失敗，怕俾人睇唔起，但你有冇發現，你怕嘅嘢從來都未發生過？所有內耗同焦慮，其實都係嚟自一個字：怕。睇清楚呢個怕字，左邊係心，右邊係白，心一片空白，恐懼就會自動填滿。我哋驚嘅從來唔係當下，而係自己腦入邊編出嚟嘅故事。過去嘅已經過去，未來嘅根本未到。你擔心嘅嘢永遠唔會按你想象嘅方式出現。點解要為虛幻嘅嘢折磨自己？問題嘅根源係我哋太執着我嘅錢、我嘅面子、我嘅成就，將我睇得太重，就好似捧住一滴水喺手心，時刻驚佢蒸發，但其實佢本來就屬於大海。當你將自己放得太大，恐懼就會跟住放大。修心唔係要消除所有恐懼，而係學識同佢共存。當怕嘅情緒升起時，唔好急住逃避，靜靜地睇住佢，就好似睇路人行過。你會發現恐懼嚟嚟去去，但你嘅心始終喺度，如如不動。轉念先係關鍵。怕冇錢，諗下你仲有健康同雙手；怕失面子，問下自己面子真係咁重要？驚做得唔夠好。明白盡咗力就係圓滿。呢個唔係自我安慰，而係睇清事物嘅真相。當你唔再俾怕牽住行，內心會自然升起一種篤定。呢種篤定唔係嚟自外在嘅保障，而係你明白咗心嘅本性。就好似天上嘅明月，就算俾烏雲遮住，都從來冇失去過光明。風吹雲散，月至清明，我哋嘅心都係一樣。修行就係一個不斷放低恐懼，回歸本心嘅過程。唔使追求瞬間開悟，只要每次怕升起時，提醒自己一切都係心嘅造作。關注 Jackie， 我教你拆解內耗，建立心態資產。